大家好，呢度係焦點新聞台。今次我想同大家拆解一單，表面睇似乎只係娛樂圈舊情史，實際上越揭越似一場遲咗好多年先俾人重新理解嘅情感翻案。楊思琦當年同李榮豪分手，點解會搞到全城震驚？點解當時輿論幾乎一面倒，覺得女方突然變心、突然反口、突然翻面？而最值得問嘅一點係，點解去到今日，風向竟然可以出現咁大逆轉，甚至越來越多人開始講一句，原來當年最慘、最被誤會嗰個，可能真係楊思琦。成件事最值得由頭講起。楊思琦同李榮豪唔係拍咗幾個月，亦唔係一段玩玩下嘅關係，而係一段長達9年，曾經去到談婚論嫁，甚至已經同住嘅感情。對一個女人嚟講，9年唔止係時間，仲係青春、信任、期待同埋你對未來生活嘅整套幻想。正常人投入咗咁耐，仲可以頂住外界眼光一路行落去。如果唔係真係認真想行到最後，邊有可能苦忍咁長時間？所以第一層要拆開嘅位就係，如果楊思琦真係如當年外界所講咁拜金、咁現實、咁識計數，佢其實應該一早就走，根本冇需要等到9年後先突然抽身。而楊思琦當年公開講過嘅重點，唔係單純一句感情淡咗咁簡單，佢真正指向嘅其實係一種長期浸住你、消磨你、令你精神一日一日被磨蝕嘅家庭關係。佢曾經形容自己努力想融入對方屋企，但得到嘅唔係接納，而係冷待。你同人打招呼，人哋當你透明，你生活喺同一個屋檐下，但嗰種氣氛唔係一家人，而係你日日都要小心翼翼，唔知邊句會錯，邊個會黑面，邊場爭執又會突然爆出嚟。呢種關係最可怕地方，從來唔一定係某一次驚天大吵，而係你成個人慢慢被拖入一種高壓常態，最後連你自己都開始懷疑，係咪我太敏感，係咪我忍耐力唔夠，係咪其實再捱落去就會好。更令外界而家重新回望嘅就係楊思琦當年提到，屋企內部唔止氣氛差，仲長期充滿衝突，甚至去到動手動腳嘅邊緣。當一個人身處呢種環境，而你身邊嗰個本來應該保護你、同你一齊建立未來嘅伴侶，又長期處於弱勢，被壓住，冇法俾到你基本安全感，呢段感情就會出現一個非常殘酷嘅問題。你愛緊嘅唔再只係一個人，你其實被逼同一整個實行家庭結婚。而家回頭睇，楊思琦真正受唔住嘅，未必只係某一次衝突，而係佢終於睇清楚自己，如果再行落去，將來要嫁入去嘅唔係一個穩定家庭，而係一個會不斷消耗你情緒、金錢同尊嚴嘅黑洞。當年佢亦提過，自己唔係冇問過結婚，而係問完之後，對將來始終得唔到清晰答案。講白啲，一段9年關係，如果真係想結婚，唔會去到最後一刻先連基本藍圖都冇。你可以窮，可以未準備好，但唔可以連方向都俾唔到。對女人最折磨嘅，通常唔係一句拒絕，而係你一路拖住佢，令佢以為快有答案，但原來永遠都係下一次先算。仲有一點，而家越來越多人重新提起，就係經濟層面。當年楊思琦曾經講過，自己唔單止冇有白食白住，反而喺生活開支、家居相關支出上有實際承擔。呢一點點解咁重要？因為當年最傷佢形象嘅，正正就係外界被帶去相信女方係一個淨係識要求、識享受、識向男家開價嘅人。但係如果現實係相反，即係佢唔單止唔係攞着數，仲可能喺物質同情緒上一路倒貼緊。咁當年成場輿論審判就真係值得重新計過。不過今次最關鍵嘅大反轉，唔係楊思琦突然再開記者會，而係李家自己近日爆出嚟嘅連串內部風波。當家中一啲本來被遮住、被淡化、被外界唔容易睇到嘅矛盾，今日由家族成員自己講出口，甚至連上一代都親自出面爆料，公眾先猛然發現，原來以前有啲被當成女方情緒化控訴嘅說法，未必係誇大，反而可能係當年已經講咗真相，只不過嗰陣冇人肯信。呢度就出現第二層值得深挖嘅位，點解當年大家咁容易信男方，咁快判女方死刑？原因其實好現實。第一，楊思琦係主動宣布分手嗰個，喺大眾情感劇本入面，先講分手嗰方通常最易做壞人。第二，男方當年喺鏡頭前表現出嚟嗰種受傷、錯愕，好似完全唔知發生乜事嘅狀態，對觀眾嚟講衝擊好大。第三，當一個家庭多人同時出聲，輿論會自然覺得人多勢眾嗰邊似乎更可信。問題係公眾好多時睇到嘅只係最上鏡、最情緒化、最容易代入嗰一幕，睇唔到一段關係真正點樣喺屋企入面日積月累地腐爛。呢種情況某程度上就係一種非常典型嘅輿論陷阱。
你見到有人喊就以為喊嗰個一定最慘，你見到有人先走就以為走嗰個一定最衰。你見到一個女人講家庭入面嘅冷待、羞辱、財務壓力，大家第一反應唔係查清楚，而係問一句：如果咁辛苦，你點解唔早啲走？但感情最殘忍嘅地方就係，局外人永遠用結果去問，局內人卻係一日一日咁捱。尤其一段拖咗9年，投入咗咁多情感同青春嘅關係，人係會產生沉沒成本心態。你明知環境有問題，都會不停安慰自己，再忍一下或者會好，再等一下可能會變。所以今次所謂楊思琦平反，真正值得我哋關注嘅唔止係娛樂新聞入面邊個贏邊個輸，而係一個更深層問題。點解一個人當年講出自己喺關係入面承受緊嘅壓力，社會唔單止冇接住佢，反而好快將佢塑造成奸角？呢種所謂人格謀殺，最恐怖唔一定係粗口辱罵，而係你將一個人複雜、痛苦、難以啟齒嘅處境，硬生生剪成幾個最方便公審嘅標籤：拜金、反口、絕情、變心，幾個字一貼上去，往後10幾年你點講都似辯解。再退一步講，楊思琦當年都唔係完美處理所有事情，佢宣布分手嘅方式喺當時確實令好多觀眾覺得突然，亦引發大量猜測。呢點我覺得可以講得公平啲，因為一個人即使最後證明自己未必錯晒，都唔代表佢當時每一步都做得最好。但問題關鍵從來唔係佢有冇處理得冇夠成熟，而係外界當年係咪因為佢處理方式惹爭議，就索性連佢講緊嘅核心痛苦都一筆抹殺。如果答案係，咁而家呢場重新評價就好值得。因為當你將成件事逐層剝開，就會發現輿論原來最容易犯一個錯，將你有問題同你講嘅全部都假混為一談。楊思琦當年可以有做得唔完美嘅地方，但同時亦可能講中咗好多外界當時唔肯面對嘅事。正正因為近日越來越多家族內部矛盾被揭出，公眾先開始重新理解，原來一個長期高壓、互相消耗、情緒失衡嘅家庭環境，真係有可能將一段本來以為會開花結果嘅感情拖到最後只剩逃離。而李榮浩喺成段關係入面，最令外界重新反思嘅唔一定係佢做過幾多壞事，而係佢有冇能力企喺伴侶前面承擔。你可以同情一個喺家庭結構入面長期受壓嘅人，但如果你自己都未處理好原生家庭問題，你其實真係好難俾到另一半穩定未來。最悲哀嘅地方係，伴侶唔一定係壞人，但當佢永遠冇法保護你，冇法規劃未來，冇法同你一齊劃清界線，最後帶嚟嘅傷害一樣可以非常深。所以我覺得今次所謂世紀大反轉唔應該簡化成一句原來男方全錯，女方全啱。真正成熟啲嘅睇法應該係，近日曝光出嚟嘅種種的確令楊思琦當年嘅講法變得更值得被相信，亦令當年外界貼喺佢身上嗰啲過度簡化標籤出現明顯鬆動。換句話講，呢場遲來咗15年嘅平反，核心唔係神化任何人，而係提醒我哋，公審一段關係之前，千祈唔好只睇邊個喊得慘，邊個先開口，邊個喺鏡頭前比較討好。有時一段關係最真實嘅傷，唔係一巴掌，唔係一句粗口，而係你長期被擺喺一個唔被尊重、唔被保護，又冇望到未來嘅環境入面，慢慢連自己都消耗埋。若然楊思琦當年真係喺咁樣嘅狀態底下捱咗9年，咁佢最後選擇離開，今日再睇未必係背叛，反而更似自救。而對觀眾嚟講，今次事件最值得記住嘅，可能唔係娛樂花生本身，而係一個非常現實嘅情感警號。當你拍緊拖，發現問題唔止係你同另一半之間，而係對方成個家庭結構、財務習慣、情緒邊界、衝突模式都出現長期失衡，咁你要問自己嘅就唔再係仲愛唔愛，而係你有冇能力承受呢個系統一齊壓落你身上。因為婚姻從來唔係嫁俾一段戀愛幻想，而係嫁俾一種現實生活秩序。講到呢度，成件事最諷刺嘅地方就係，當年楊思琦一開口，冇乜人願意慢慢聽，去到今日，當更多碎片拼埋一齊，先開始有人發現，原來最早講出警號嗰個人，可能一直都只係講緊自己見到嘅現實。呢種遲來理解本身已經好沉重。以上就係今次焦點新聞台同大家整理同拆解嘅重點，你又點睇呢場遲來15年嘅大反轉？你覺得楊思琦係真真正正沉冤得雪，定係只不過而家大家終於肯用另一個角度翻睇當年？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嘅想法。如果你想我哋繼續追住呢單事件後續，再將人物關係同輿論變化拆得更深，記得留言話我哋知。